好了，杀猪，过来，你看，过来，他是因为某个礼不没有反应。要理他哪有那么简单？真的，他就不乖呢。他就不乖呢。听话。哦吼吼，凉快哦。哎，杀猪了吼。汗毛也蛮多的。不用怕，妈妈你要干嘛？哦哟，听话。来了，没有干嘛呢？